Hello，大家好，我係 Ron 啊。今日就邀請咗一位環球資產嘅投資專家四哥上嚟同大家分享啦。咁啊，大家都知道最近咧港股或者美股咧都係喺非農同埋失業率出咗之後咧出現咗一個巨大嘅震盪。咁所以四哥今日就專程上嚟同大家分享下港美股一啲相關走勢啦，或者全球甚至乎收息資產會點樣睇啦。多謝阿 Ron 邀請我上嚟同大家去分享幾樣嘢啦。首先第一樣嘢咧就係港股、美股嘅。咁啊，另外咧就係觀眾就成日會問，會唔會喺啲跌市嚟講有啲咩穩陣嘅資產？例如舉例可能收息股啊，會唔會可能有其他市場、其他板塊可以做防守嘅？大家如果係第一次嚟到呢個 channel 嘅話咧，咁呢個平台主要就會邀請唔同嘅投資專家上嚟去分享下佢哋嘅諗法嘅。咁大家記得訂閱呢個頻道同埋開埋隔離嘅鐘仔，咁你就可以收到最新嘅資訊噶啦。咁啊，今日四哥咧，首先就會同大家分析下港股同美股嘅走勢。呢個咧就係琴日同埋今日咧就係美股同埋港股嗰個so far啲邊一個板塊跌得比較多啦。大家會見到可能例如左手邊就係港股、銀行股啊，或者啲 IT 啊、零售啊等等。即係各方面其實都會普遍你見到都跌得多嘅。咁而右手邊咧，大家會見到就係美股嗰方面，美股係會跌得比較犀利咧，特別係美股七雄啦，同埋啲科技股嗰方面咧，琴晚係本身升嘅，咁啊公佈完嗰個數據啦、非農數據啊等等之後咧，喺午夜12點零鐘啲官員出嚟講話嘅時候，咁啊所有嘅大隻嘅股票啦或者中價股其實全線由升轉跌，即係整體成個氣氛咧，即係本身好似好好地，突然之間咧就會逆轉咗咁。睇翻尋日咧，其實一個超級高開低走。咁就係啱啱四哥所講，半夜開始逆轉。係冇錯。咁而呢樣嘢甚至仲要影響埋港股，令到今日港股係非常之低開。恒指如果四哥按照目前嘅市況嚟睇，你會點樣去判斷嘅？我覺得短期咧，其實都好即係受即係美國嘅因素影響啦。咁啊，暫時佢都見到跌穿晒嗰啲咩20天線啊、50天線、100天線。其實一個中長期嘅線咧，都已經係跌穿晒。暫時你問我覺得都未係好見到一個有啲咩下邊好大嘅支持，暫時都唔見。因為整體嘅氣氛咧，其實都比較弱嘅，比較差嘅，即係除非佢可能嚟緊有一個星期啊，真係都開始出翻支陽燭啊先，我覺得會比較好啲。即係暫時都唔係好見到佢有啲咩好大嘅即係利好信號啊嗰啲咁。咁美股呢邊咧，睇翻標普個走勢，你又覺得係如何？其實標普都係依家做緊直播呢一個 moment 啦，佢好似有少少反彈，但係其實力度都唔係好大，因為就算今晚可能聯儲局嘅官員都出翻嚟，即係好似見到琴晚講得都好似太 harsh 喎，咁啊今晚會講翻少少就話其實都嚟緊，如果嗰個都有機會可能會減翻息嘅咁樣。琴日個數據就係講緊本身預計失業人數冇咁多嘅，突然之間係 double 咗個人數嘅。即係講緊經濟其實係今個月咧係特別差嘅，咁啊 suppose 係嚟緊12月就係減息嘅機會會大啲啦。suppose 個股仔係咁，但係琴晚去到12點，點解會急跌咧？就係聯儲嗰個官員就係出嚟講啲説話就話嚟緊12月都未必會真係減息喎，咁樣令到成個市場就係由好變差。其實呢個係一個好主要嘅其中一個原因嚟嘅。一發生咗呢單嘢，唔止美股跌，連帶埋外圍再影響埋港股，基本上係全球嘅經濟體系都有少少連埋一齊嘅一個感覺。正如啱啱四哥所講，你可以見到今日其實有少少反彈嘅，例如標普係反彈咗13點。咁但係即係有睇開呢個 channel 嘅觀眾都知道咧，反彈係反彈，佢唔係見底。咁啊，啱啱四哥都提到呢點啦。今日嘅反彈咧，似乎只係大跌之後嗰個死拗彈。標普係咁啦，其實納指我諗都差不多走勢，因為美股基本上係所有板塊一齊跌，甚至乎我諗四哥都知道，目前咧納指今日嘅走勢仲要係比標普再差少少。咁但係喺環球或者話港美股市場跌緊嘅時候，仲可以有啲乜嘢穩健少少嘅投資機會咧？定係你都係覺得目前都係忍一忍或者避一避風頭先？你問我，如果可能短期咧，純粹可能嚟緊呢幾個星期咧，咁我自己覺得。一嚟挨近12月啦，咁啊挨近12月就係聖誕節啦，過多下個禮拜咧就係美國嘅感恩節啦。其實表面上好似好多利好消息，咁但係始終暫時睇嗰個資金流咧都好似唔係特別好。你話短期可能有機會搏一搏低位撈一撈，即係搏
反彈都即係唔出奇嘅。但係你話即係可能幾個星期甚至乎過嚟2個月一個即係中期嘅走勢咧，暫時都寧願忍一忍手先。雖然而家呢刻未有撈貨機會，咁但係我諗啱啱正如四哥所講，過多2-3個禮拜就可以開始留意有冇啲撈貨嘅機會。大家如果想聽更多嘅，咁四哥喺全球財富引擎呢個2日嘅免費訓練營入邊咧，會講多少少嘅。咁啊，除咗港股、美股值唔值得撈底之外咧，其實四哥仲有少少秘密少少嘅 topic 會同大家分享嘅。咁啊，包括係一啲收息資產啦，或者日股、歐股，其實有某啲少數市場咧，甚至乎個值博率可能更高嘅。咁啊，大家有興趣咧，可以喺留言區去參加呢個免費嘅訓練營啦。咁過到四哥就會講多少少。咁其他資產，因為我知四哥你都涉獵日股啊、歐股啊、印度股啊，甚至一啲收息資產，咁即係你都有涉獵。咁你覺得其他市場嚟講，會唔會有邊個市場係值得等或者值得留意嘅？我覺得值得留意就可能係即係同美股相關冇咁即係關聯性咁高嘅市場啦。即係可能印度啊，或者啲收息嘅基金嗰啲咧，可能就會好啲嘅。收息基金同收息股咧，可能都比較多觀眾即係好留意呢樣嘢啦。你問我，其實收息股咧，我自己個人咧就比較少啲去掂嘅。因為我覺得收息股相對嚟講咧比較單一，個風險就會比較高啲嘅。係，即係可能佢嘅市場單一啦，或者佢個板塊單一啦。咁啊，所以相對嚟講咧，其實我自己咧就唔係咁中意收息股嘅，我會中意收息基金多啲嘅。係啦，因為一般基金咧，其實有啲觀眾未必話好了解，即係收息基金其實係咩嚟嘅咧？收息基金一隻嘅基金咧，其實可能佢係買緊一個市場啦，一籃子嘅嘢啦，可能入邊嘅包括嘅資產係有高中低風險嘅嘢都入邊嘅。甚至乎佢買嘅資產咧係過百隻嘅 asset 喺入邊嘅。舉例佢一隻嘅股票或者一個資產跌，佢未必個價格會跌得好多。咁所以相對嚟講咧個波動性就好低。甚至乎如果用 ETF 同基金比，基金嘅波動性係比 ETF 再低啲。係啊，冇錯。因為 ETF 啲人可以炒，但係基金係好難去炒嘅，一日得一個價。係。咁所以基本上基金就係比收息股或者收息嘅 ETF 再穩陣啲嘅一種資產類。咁可唔可以分析下其中幾隻嘅基金咧？港股或者香港人比較熟悉㗎啦，就係可能係823，即係領展啦。不過你問我咧，相對呢一隻嚟講咧，咁我可能當舉個例子，其實我就依家就唔算話即係太中意佢啦。點解咧？其實領展大家會睇到就係啱啱琴日公布咗咧，佢嚟緊嗰個派息就會減弱，即係會減少嘅，係啦，即係派嗰啲紅利啊或者派息咧就會減嘅。咁啊，突然之間就由琴日再加今日咧，每日跌6-7%，即係總共係跌咗13-14%嘅。咁而內地咧係會跌得再多啲嘅，係跌成15-16%嘅，同翻上年嗰個租金嚟講。咁而港股即係香港嘅市場咧，咁領展都跌咗成4-6% 咁多嘅。咁所以相對嚟講咧，市場嘅投資者會比較擔心，因為領展最主要係即係投資啲物業啊呢一樣嘢。咁啊短期咧其實都比較難搞啲嘅。咁雖然你話佢見佢派息都有成4-5厘啊，或者即係都算叫高，但係個價格咧，大家見到相對嚟講就唔係話太硬淨。賺息蝕價，係啊，冇錯，就係呢啲情況。係冇錯。匯控或者建設銀行又點咧？匯控同建行咧，相對嚟講好少少嘅，大家見到。咁啊，今年嚟講就係傳統佢哋即係內銀股啊，或者本地銀行股咧係好硬淨。大家見到佢嗰個股息咧都有5點幾個%，而且個價格就算可能當今日恒指回咁多咧，佢哋都唔算話跌得特別誇張，都係日線圖喺高位稍為回少少啫，係啦。咁呢啲就可能等佢即係等港股回落多啲嘅企穩先去即係部署好少少啦。咁我知其實好多觀眾對於收息類型嘅資產又或者穩陣少少，唔使成日炒出炒入嘅一啲投資方法比較有興趣。咁所以如果大家係對於呢種穩健上升嘅風格有興趣嘅話咧，四哥嚟緊會有一個2日嘅訓練營嘅。咁啊，費用全面嘅，佢會同你分享啱啱所講嘅唔同類型嘅資產，究竟而家呢個 moment 有邊啲資產係值得撈底呢？咁啊，包括港股、美股、日股、歐股，甚至乎一啲收息資產，佢哋中長線嘅投資價值，邊個市場係最好呢？點樣分散投資？講緊四哥自己一年係大概20-30% 嘅一個回報，但係唔需要炒出炒入。如果你係比較繁忙少少或者大資產淨值人士咧，我諗四哥呢種投資風格會係幾適合你去學習嘅。留言區或者描述欄嗰度有個連結嘅，咁大家有興趣咧，
係可以去留言區嗰度有個連結可以去報名嘅。多謝大家今日收睇啦，咁啊，我哋下一次呢，就再同大家見面啦，拜拜。拜拜。